我喜从何来？来着来着，他来着哎！说话无头无脑，到底哪个他来了？哎呀，小姐，你说哪一个是？还不是你那日盼夜盼、朝思暮想的河南李公子，他来着。李郎他来了。是的，小姐。当真？我哪时候骗过你呀？李郎他真的来了。忽听李郎头进来，怎不叫人喜开怀？人品自言成双对，人品红花并地开。生死海，小姐，你活不下楼去会会李公子。快去呀！莫奈何男女有别，咫尺天涯小姐，那我替你去请李公子。春红，你快去！哎，哦，春红，你要快去，快回！想当年与公子同窗共眠，
李郎，你要把主意来打定，丰收贞洁不嫌你穷。小姐，李公子他真有骨气，我亲眼看见他把老爷夫人给他的退婚银子都抛到一边去着。他还说君子人穷志不穷。李郎今日如龙游浅水，虎落平阳，叫我日何是好？小姐，你快想个办法搭救公子啊！我方寸已乱，无计可施啊！哦，春红，我的好妹妹，你也快替我设法搭救李郎。小姐，小姐，只要多送上银子给他，他就能远走高飞。李郎现在何处？正在书房收拾行装，我看他马上就要走了喂。你且稍等。这些金银首饰都是我母亲遗留之物，你快送与他啊！小姐，我不去了喂。哎呀，你为何不去？你不当面把话讲清楚，人家还不照样把他跑得远远的呀？小姐，我看你对李公子啊是假情假意的。何出此言？你想啊，人家千里迢迢来看你，可你连面都不见，这难道不是假情假意的么？是啊，李郎他满怀希望到襄阳，今早泪装回乡。若不当面把话讲，他怎知昔日恩情我为忘？男女之别全不顾，忙下绣楼诉衷肠，春红带路。老夫人吩咐，丰府上下早早安睡，小心火烛，谨防盗贼呀！老夫人吩咐，丰府上下早早安睡，小心火烛，谨防盗贼。
恩常会风顺情。今日方年不向人战，是其人他要退婚。说什么一贫一富难婚配，乌鸦风欢难同龄。小老几经无人把我问，莫非素贞她也变了心？我说昆农早下夕照，得水定腾云。心急哪怕夜路人，皎皎星月照前程。失去尽夜深沉，深冤高墙哪里行？李公子，李公子，你是？我是小姐上面的春红，你哪忘记着？啊，春红，夜静更深，你到此作甚？有人给你送信来着。哎，哪个与我送信？你看那蔷薇架下是哪一个啊？在哪里？在哪里 ？No， 在那里，在那里，在那里。在哪里啊？在哪里？在那里，在那里。啊，春红，哎，春红，李公子，你是？怎么连小妹素贞你都认不出来了么？贤妹，李郎，李郎，自从晋中一别，已有7载，不知堂上公婆康泰否？爹爹去世已有5载，老母身体倒还看看。李郎，这些年来不知你贤妹呀，复早相害回乡来，三件茅屋被火灾。
府充饥，烤野菜，落叶添新养骨怀。大荒年，奉母命前来接待。早知离家乡贫，我宁愿我死也不来。李郎，李郎休要把气且莫说你怨我是不上门，纵然是爹娘心肠太狠，也不能抛却了小妹待你。一片真情，正因为丢不开贤妹的恩红爱，与你夫两相赠，我不愿退婚。他只怕好姻缘要成泡影。李郎，生生世世不变心，生生世世皆不变心。清风明月做见证，分开一对玉麒麟，这只麒麟交与你，这只麒麟留在身。麒麟成双，人成对，三心二意，天地不容。双手接过玉麒麟，见此物犹如见我美情人。还要回一百两，想走李郎上京求名。今日一别何时回？天南地北一条心，望贤妹平日少把绣楼下，免得你那狠心的继母来欺凌。李郎，小姐，天色不早了，还是让李公子快走吧。李郎，贤妹，我要告辞了。李郎，舍不得来也要舍，分不得来也要分。
无礼。老爷，你看看这是哪一个哦？原来是你这奴才！老爷，冯家的乘龙快婿都快成梁上君子了。你不要血口喷人！我来问你，深更半夜来到花园做些什么？这个，哎，老爷，我亲眼看见他偷着我府的一包银子。冯啊，还不快与我走？是，千万万银在此。偷着这么多的银子，阿爷还有首饰喂？收拾哪里来的？这个，你半夜偷盗雪花银，好过人穷志不求。老爷，当初劝你退回，你还不愿意呀？如今反正我得守真，是真心呐。哼！知人知面不知心，老夫先写错人人。当我不应有战争，送官就办不容情。王安，那我明天将他送官就办。是。好闹！悔婚不成的三妒忌，我为他昧良心，嫌贫爱富你真无耻。风顺气，你七情绝义，万读诗书，人面兽心，你还着急？冯啊，还不快将他送官就办？是，罢了。是。走。秀珍呐，你不要忘记了，你是大家闺秀，千金之体。爹爹，李郎身犯何罪？你要将他带往何处？爹，秀珍呐，这也是你该问的呀。母亲大人，我与李郎自有订婚，名分一定，休戚相关，生死与共。眼见他被人绑走，我连问都问不得么。爹爹，爹爹，你快讲啊，爹爹！儿郎，常言道，人心隔肚皮，了心隔毛衣。李昭听，这奴才乃是一贯禽兽，谢谢误了我儿的终身。从今往后，你要与他一刀两断，再也不要提他了。爹爹，女儿不愿。儿郎，休得悲伤，为父已领着高文了。秀珍呐，爹娘做主，已把你的终身许配给京中刘大人的吴公子了。爹爹，儿郎，这都是为你好啊！爹爹，生辰八字早已送去了，你嫁到刘家是假定的了。怎么假定了？假定了。爹爹，要我背弃李昭廷，除非是海窟窿先生；要我改嫁刘公子，除非是地裂天也崩。父之命，媒妁之言，你敢不从？
老爷，你是要你的这个宝贝女儿，还是要这家规家教？你就自己看着办吧。哎，这，夫人，夫人，为父主意已定，3日后刘府派人前来探亲。是个男的，他能远走高飞，就再也不要受老夫人的气了。怎奈你我都是女流之辈。哎，小姐，你不是跟我说过花木兰的故事吗？花木兰能女扮男装，替父从军，难道小姐你？是啊，难道我就不能女扮男装，替父伸冤？陈红，我们进京怎么说？顶替李郎之命前去应试。哎，好主意！小姐，你走着，那我怎么办呢？春红，我的好妹妹，你也随我一同前往。哎，好，那我叫我名字呢？你就叫李龙。李龙，我叫李龙。好，妙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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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！竹笔头上一点全凭慧眼识英雄，心中为官走实在，万岁驾前坐朝臣。三界皇考我支持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孟圣恩一连3件，启明老臣之考，
荆轲3场夜毕，万岁在巡礼宴上进了荆轲状元李兆廷，是文才之中相貌惊人。万岁是夸了又夸，赞了又赞，这是何故呢？莫非万岁有招赘之意？老夫若是从中办好此事啊！少不得要加官进级哟，受皇封。走。襄阳去下聘，匆匆转回京。刘父见过相爷。哦，刘父回来了。回来了。聘礼可曾下到？聘礼依然下到。哦，封大人可好？这有封大人诗信一封，相爷请看。哦，待我侧书一观。哦，原来是封家小姐染病在床，即使聘礼收下，等过今冬明春也就是了。刘父在，下去歇息去吧。是。圣旨下。启禀相爷，圣旨下。哦，接旨。是，接旨。刘文举接旨。万岁！万岁有旨，选刘文举即可进宫，有要事项上，不得有误。万岁！有要事相上，这要事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定是为了招赘之事，这样的美事迟延不得。刘父在，快快与老夫跟你，我要即刻进宫。是。
典状元，名扬天下，蒙圣恩，茅茶公。为救朝廷立故乡，侥幸得中状元郎。进谏因国穷林烟，谁人是我？是红妆。奴家奉守朕，是我顶替李郎之命前来应试，不料得中头名状元。眼看李郎得救，叫人好喜啊！为救李郎离家园，睡了黄榜中状元。中状元着红袍，帽着红花好啊，好新鲜呐！我也曾赴过穷林烟，我也曾打马御街前。人人夸我潘安茂，原来纱帽照照婵娟呐！我考状元不为把名显，我考状元不为做高官。为了多情的李公子，夫妻恩爱花，熬夜而圆呐。四丫头，小姐，哦，状元公。嘿嘿，是春红。李龙带我修本奏于身上，回乡即走。哎呀，小姐，你哪里是回乡即走噻？分明呐是要救出李公子，好与他拜堂成亲了。下次说话要小心了。哦，李龙在严某是严某。
喜洋洋，小本高家回故乡。我送他一个状元郎。刘大人到。小姐，刘大人到。刘大人到，我不是让你回去与他家吴公子拜堂成亲了？倒要小心了哦！快有请。有请。有请。老大人啊，状元公，不知俺自驾到，未曾原因，皇王恕罪。啊，状元公，老夫冒昧来访，状元公莫怪哟。岂敢，老大人请。老大人请坐。有座，请。老大人请用茶。老大人，你因何发笑啊？状元公，你有所不知，那日科场之中粗斗风采，你品貌不凡，是与众不同。老夫我大吃一惊，今日仔细看来，果然是貌赛潘安呐！老大人取笑了。才貌双全，国之栋梁也。老大人过奖了。莫怪万岁龙心大喜，就是老夫我也高兴得很呐！老大人，状元公，你的大喜来了啊！我有什么大喜呀？状元公啊，恭喜你少年得志，名扬天下，状元及第水木空啊！如今是北门一员体验做法。这真是锦上有铁花。老大人，万岁传旨召驸马，看中你文采出众，相貌不差。今日雨也许陪你，从此你就出入在帝王家。老大人，
学生出身本为下，怎堪匹配帝王家？望求大人抚神明，并选英才为驸马。庄英公，你就不要过谦了吧。万岁恩赐，老大人栽培，学生我事事感激不尽。只是这婚姻之事嘛，怎样？学生我就实难聪明了。哦，却是为何？老大人，我家不孝的放肆。老大人，我乃是个什么？是个有了妻室的人了。怎么有了妻室了？是啊，老大人，你看这，庄英公，这就不对了。那日万岁在庆历宴上问你可曾娶妻，你说尚未娶妻，这如今怎么又有了妻室了呢？庄英公，你就不要结果推脱了。你答应了这门亲事，老夫我也好讨杯喜酒喝喝啊！老大人呢？我家庄阳公她是个女的嘛。现在胡说！老大人，此事是万万死不得的。朝阳公，你不念老夫我做法之情，你该知道，这乃是神明难为哟。神明是啊，神明。老大人，此事是万万死不得的。庄阳公，死不得的。庄阳公，死不得的。死不得的。李兆廷，停止！万岁！万岁有旨，你新科状元李兆廷即可进宫成婚，不得有误。庄英公，这可是神明难为哟。我不是丢了一个做媒
卑鄙理想，正八春，前科状元，封一名。巡按八府会朝转，来访门婿，李赵我听。门婿在哪里？门婿在哪里？门婿在。此人好生面善。他不是我的门婿。状元公少年登科，可喜可贺。岂敢！小弟理应登门拜访，何劳大人驾临。岂敢！大人请。状元公请。请坐。有座。请。请问状元公府上哪里？下官乃湖广襄阳人士。请问大人？本院也是湖广襄阳人士。哦，大人也是湖广襄阳人士。如此说来，你我是同乡的了。你我是同乡的了。请问，请讲。请问大人是几时离开原郡的？本院自由离开家乡，算来嘛，已有8年了。请问，请讲。请讲。请问大人，湖广有位冯顺清冯老先生，大人可曾认识？认识。那冯老先生之女冯素贞。那冯老先生之子冯少英。兄长，你，哎呀，怎么连小妹素贞你都认不出来了？你是素贞妹妹？是我们。哎呀，贤妹呀！你不在夔中刺绣，女扮男装来到京城，你可知冒名行事乃欺君之罪？我看你呀，是怎生得了我？兄长没在家中早起立，早起立。你扮男装来京城，为寻兄长搭救我，谁知你离家改了名。贤妹，当初我早继母害，投情未遇，苦徘徊，誓死不悔，把命改。
哎，李公子早先还与兄开家，一封诗到襄阳，自小活在。只是你中头名功华顶戴状元公，名声显，你怎样下台？哎呀，兄长，眼前我就下不了台了。此话怎讲？万岁有旨，要找我这个新科状元做驸马呢。怎么？万岁要找你做驸马？是啊。哎呀！这场祸啊，你就传大了。兄长，你快替我想个主意才是啊！义兄身为八府巡案，倒也断过不少疑难案件，只是你这一死魔，实在叫我无法可想。兄长，兄长，小妹倒有一计。哦，有何妙计？快讲来。兄长相貌与我相像，这个驸马你就听我做了。两个李兆廷就传下这滔天大祸，再来这第三个李兆廷，那就更加无法收拾了。如此说来，我这个女驸马是做定了。哎呀，兄长啊！事已至此，小妹只得进宫。倘有不测，还望兄长救出我那苦命的沈知县，李兆廷接旨。万岁！万岁有旨，命新科状元李兆廷即刻传带进宫，不得有误。谢万岁！请状元公更衣。是，请状元公更衣。
甚了，请公主驸马安歇了吧。你们伺候公主先睡吧。你们下去。本宫夜读晨曦，不读诗书，便不能安睡。公主先寝，本宫随后就来。驸马他要读诗，不肯安眠，却为何目不转睛搜索眉间？我看他东方之中心神不宁，定有那为难之事在他心间。我与他夫妻名分已经定，怎能不上前去？他问根源，驸马，公主，你有什么心思么？公主说哪里话来？向我立朝廷，乃一介寒日，没有今日之富贵，全仗万岁垂爱，哪里还有什么心思？既无心思，为何说眉紧锁？公主啊！公主不必多疑心，本宫深感皇将恩，只怪我惜钱多饮酒，酒涌胸头，心不宁。公主，今日万岁大宴群臣，你敬一杯，他敬一杯，本宫酒吃多了，故而心中不爽，心想独坐片刻。公主先请。驸马酒吃多了，是啊，我酒吃多了。供我捧醒酒汤来。这醒酒汤嘛，就不用了。哎，身子不爽，还是饮些的好。驸马，请用。
我谢光华。花样天谢么？不用了，不用了。公主，待本宫扶你回房歇息去吧。驸马，日后饮酒要小心才是。是。驸马，你也要早些安睡。是。公知那里深深催，搜证这里细碎，你我都是闺中女，怎消鸳鸯啊？必非我为舅父巧改办，不顾累你受恐畏。久等不见，驸马面，金楼相击怎不灭？难道他通宵读书不知倦？难道他家乡风俗就是这般？他那里默默无言对红烛，难保说你要趁贤得道，独自脸大。也罢，待我再去请他。哎，你也不来，我也不理你了。神经敲得人心乱纷纷，花烛日夜不童真，公主怎不起心？倘若是婆女儿身，枉费我酒郎一片心。我的苦凑深似海，公知他是怎知情？思
龙凤旗，是一位选中才郎配将哦，谁笑我空为独坐提楼身？我这里喜今日过分，恭敬森严怎脱身？难道说好姻缘要成花饼？难道说夫妻相逢再来生？说什么好姻缘要成花饼？说什么夫妻相逢再来生？我明白了，他定是有前妻，旧情难忘。为救李郎，我要死里求生。驸马，公主，我有罪。你有何罪？我昨夜未能伺候公主安睡，岂不是有罪么？驸马，我来问你，你家中还有甚等样人？老母在堂，可有前妻？这个什么这个那个，总有前妻，对我讲得清楚明白，我也不将罪于你。公主，我哪里有什么前妻哟？既无前妻，说什么夫妻相逢再来生？公主，事到如今，我就对你实说了吧。讲。越想越难忍，随我今面面神惧。冒犯皇家我知罪，并非虚乱朝廷，公之窃喜雷霆。
怒，且用民意诉冤情。手还要118载，刘翠萍哭到了10楼春，还有前朝英台女生死爱良僧，这都是父母嫌贫爱富贵，女儿不忘恩爱情，落岁比不得前朝贤良女，教父我不私分，公职也是贵重女，难道你不念守贞，教父一片心？钦佩，还不该进宫来误我终身，误你终身不是我，是哪个？当今万岁你父亲，不是君王传圣旨，不是刘大人做媒人，嫂朕纵有天大胆也不冒昧进宫门，真情实话对你讲，望求公主细思忖，误了公主罪该死，念我舅父一片心，公主让我负起你母是不忘你的恩，你撒下甘露战苦也，显得方民天下闻。倘若公主不肯饶我这心结定罪行，至死守贞心无怨，祈求帮助我父君之，要我父能要救我走死九泉也甘心。岂不终身呐，受空房？公主纵然杀了我，
今却是为何？昨日公知招驸马，皇家心思天下闻。你今若将驸马杀，岂不成了为王人？哎呀呀，事到如今，这杀又杀不得，留，哎呀呀，也留不得，这便如何是好？公主，事到如今，你哭也无用啊！我好命苦。公主，你倒有个两全其美之计。有何妙计，快讲来。公主，我还跪着你，起来，谢公主。事已至此，你我去至后宫，共赏良策。公主请。公主请。宣刘文举进宫。是。
万岁有旨，宣刘文举进宫。领旨。万岁传旨，宣老臣向是进宫谢美人。臣刘文举见驾，吾皇万岁。有请平身赐座。谢万岁。万岁！宣老天进宫，不知有何旨意？昨日公旨召了驸马，多亏爱卿作法，特此言请功啊！哎呀，万岁！公旨驸马来龙凤和谐，这真是我主的鸿福，老臣我何共之有啊！哎，有道是天上我云不下雨，地下我美不成婚。稍时公旨驸马到来，定要献你这个大美人呐！哦呦，不敢当啊，不敢当啊！内侍在，希望公旨驸马进宫。是。万岁有旨，宣公旨驸马进宫啊！领旨。主意安排的，二人见机喜。参见父王。环儿平身赐座。谢父王。公旨千岁。平身。环儿，这是你的美人，山前谢过吧？哦呦，不敢当啊，不敢当啊！哎，刘大人是月老红梅，又是恩师大人，理当要谢。哦呦，这下老臣了！万岁！蒙圣恩一连3件，即命老臣之考。老臣我天下之子见过千千万万，但从未见过像驸马这样的博学多才。这真是皇家的栋梁，我主的鸿福，公主的如意郎君。愿公主驸马白头偕老。多谢刘大人。父王，刘大人果然眼力不差，驸马果真是博学多才。会见得呀。昨夜洞房之中，驸马一儿谈尽论古，说出来的许多奇闻，都是儿臣我从未听过的。哦，驸马，你有什么奇闻异事，说与孤王一听呐？是啊，老臣我也要长长见识啊！但儿臣说与父王知道。怎么，皇儿，你要讲？好，你就讲吧。父王容禀。民间有一女差勤，文才盖世，相貌惊人。自小相爱一公子，两家媲美定了婚。不幸公子遭贫困，你家父母变了心。
哦，女家父母变了心，又变怎样啊？哎呀，有意思！哎，有意思，有意思。父嫌贫爱富贵，强迫公子来退婚。公子生来有志气，一怒走出了富豪门。女家父母用妒忌，将公子无良为刀送进了衙门。啊，世间之善，竟有这等嫌贫爱富之人，真是岂有此理呀！哎，真是岂有此理！要是处在我朝啊，是要按理治罪。啊，但不知那一女子又变怎样啊？是啊，这女子不爱富来不嫌贫，宁死不愿该配他人，要救公子无上策。他只得女扮男装上京城，他到京城做什么啊？大比之年开荒考，该姓名替公子来求功名。哎呀呀，这个女子当子倒还不小啊！依我看，他一定是吃了雄心虎胆。父啊，我看这一女子并非胆量包天，她也是四处无奈哟。哦，当不知他得中了没有啊？哎，是啊，他得中了没有啊？父啊，三篇文章四季秀，龙虎榜上夺得了头名。哎呀呀！女子中状元真是世间少有啊！这一观看来，此女之才确实难得。难得呀，难得呀！但不知她得中之后又变怎样啊？父王，是指望高家幻想救公子，谁知惹下了大祸根。莫非他露出什么破绽来了？只因他貌似宽而惹人爱，皇上一见喜在心。那个皇帝又变怎样啊？召他东床为驸马，要与公主配成婚。哎呀，这就糟了，这就太糟了啊！那个皇帝也太糊涂了。那个美人也是有眼无珠的了。但不知他答应了没有啊？父王，有道是君命不可违，纵使大人做媒人，千推万推难推脱，只得遵旨。如
太不像话了！堂堂帝王之家，竟然找来一个女驸马，这也未免太荒唐了。那个皇帝原不知她是个女的，这一过看来，这个美人呐，少不得要定她个视察之罪。对呀，那个皇帝嘛，也不知道她是个女的，难道说这个做媒的真的瞎了眼睛不成？竟然找来一个女驸马，要是处在我朝啊，是要听他一个视察之罪。驸马，你说这世间之上真的有这样奇闻一事么？父王，世间奇闻或知千万，实在公主所言，只不过是其中一人而已。父王，你看这一女子为人如何？倒也算得妻女呀。算得是个妻女。驸马，你说呢？儿臣不敢冒昧陈词。大将无法。父王，我看这一女子不为富贵所引，不为贫贱所引，岂止可嫁，其情可配，还算得上是一女呢？怎么还算得上是一女？不但是一女，还是个才女呢。会见的呀！她能得中头名状元，岂不是才女么？皇儿说的倒还有理呀！有理呀！本来就有理嘛。皇儿，如此的一女才女，当不知处在哪朝啊？父王，若是处在我朝，你便怎样？若是处在我朝，哎呀，父王，你说嘛，你讲嘛，父王。皇儿啊，您女若是出我朝，官出之人臣道，先生那女子妻尽罪。再舍公子出监牢，成全他夫妻百年好，封他一律把你定表。父王，此话当真？有道是君无戏言。谢主隆恩。皇儿，驸马这是何意啊？他就是父王给儿臣找来的那个女驸马。驸马就是驸马，怎么说是女驸马呢？哎呀，万岁，在老臣我细细的看来，哎呀，万岁，他果真是个女的呀！你看，到底是何人？民女冯守贞。冯守贞，你父叫何名字？冯顺清。哪个冯顺清？湖广襄阳冯顺清。怎么，你就是冯顺清之女冯守贞么？正是。你怎么认识于他？冯守贞，我来问你，你父叫你该配哪家后门？就是这位刘大人的五公子。有听。万岁！此事怎么又牵扯到你的头上来了？哎呀，这，你不是卧病在床吗？
知道他卧病在床也。哎呀，这替我做的好美。都是你做的好美，替姑找来个女驸马。哎呀，万岁！老臣我实时地下了狗眼，有失察之罪。只是这胆大的冯素贞竟敢女扮男装，扰乱宫廷，罪在不赦。不，当大冯素贞欺国太甚，哪里容得我四们？有。向冯素贞推出门斩首。是。且慢，万岁！你曾亲口将我赎，你曾亲口将我封，我今思全民间，怕你失信。天下人，万岁，有道是君无戏言。万岁，我这个驸马是人人皆知，若将我斩首，公主岂不是要终身守寡母？是啊，父王，你若将他杀了，孩儿我岂不是要终身守寡母？皇儿，公安纵然不杀他，怎来她是个女驸马，又怎能伴儿终生年？哼！胆大的冯素贞竟敢出言犯上，罪加一人，带下去53口问斩。是。刀下留人！哎呀，父王，你杀他不得，杀他为不得！何杀他不得？父王，天下人都知道，昨日皇家召了驸马，今日杀他，却是因为召来的驸马是个女的，岂不让人取笑么？哎呀，父王，死不得的，死不得的！这杀又杀不得，赎也赎不得，无量无二众生，这便如何是好？哎呀，万岁！老臣我倒有个愚见。哦，你还有什么愚见？快快讲来！万岁！臣闻书僧李昭廷才貌胜过冯素贞，老臣去到襄阳府，将他悄悄带进宫，让他纱帽头上戴，让他红袍穿在身，插上宫花细玉带，岂不是堂堂一个状元公？皇家召他为驸马，吹吹打打，吹吹打打，送走在东方中，公主终身陪嫁我，万岁有的功臣呐！那冯素贞呢？杀那冯素贞呢？冯素贞，万岁免他失义一女，饶他不死，将他囚禁终身。这样一来，新科状元仍然是李昭廷。万岁，这场风波外人是不会知道的。刘琦，你这个主意倒还不错，搜搜玉骨办来。遵旨。且慢，父王，小
想那风俗镇九死一生，为的是夫妻团圆，如今将他们活活拆散，于心活人。再说李兆廷是有了70的人了，今儿与他成婚，岂不又是皇家的体统吗？哎呀，父王，死不万岁！哎，都是你这个刘大人替我想出来的好主意，好妙计，你呀，好良心哦！我是。你呀，怎么就想不出一个好主意呢？哎呀，万岁！老臣愚昧，老臣愚昧。下次你就要少开口。是。父王，儿臣倒有个两全其美之计。哦，皇儿有何妙计，快讲来。父王，想那风俗镇乃是一结义女子，父王何不收她为义女，再将李兆廷放斥，定她的状元之名？到那时，父王又多了一个女儿，驸马儿仍然是李兆廷。那皇儿，你的终身呢？儿的终身，凭父王做主。怎么你要管收她为义女？这是两全其美之计，别无良策。这是从何说起呀？父王，哎呀，父王，好，就依皇儿。谢父王。雷师在令风俗镇进宫。父王，你既收她为义女，就该赐她穿戴进宫。也罢，令风俗镇穿戴进宫。是。万岁有旨，命冯素贞穿戴进宫。领旨。冯素贞顾念你修复一片真心，连你死罪，并封你为结义公主，与皇儿结为姊妹。谢父王，皇姐请起。父王，儿臣有本启奏。你且走来。启奏父王，李兆廷现在襄阳监中，请旨发落。雷师在。护光襄阳丰顺卿，嫌贫爱富，无良为盗，发疯一连，一时惩处，并命丰顺卿亲自将李兆廷送进京来，不得有误。遵旨。启奏万岁，马府巡按冯一鸣闯进宫来了。他乃是儿臣的兄长。走。冯一鸣罪该万死。你身犯何罪？臣妹冯素贞虐霸难专，欺君犯善，臣妹有罪，罪在为臣，望万岁发落。是你无罪。
谢万岁！兄长，小妹，兄长不必惊慌，多亏公主相救，万岁已赦小妹无罪了。谢万岁不沾小妹之恩，平身。谢万岁！兄长，快来谢过公主千岁。多谢公主千岁。平身。万岁！不怪老臣我又要得罪了啊！万岁！你看那秦国的状元，内心木秀美如毛，满腹心论是文采高啊！天下之子我见多少，没有他才算得当今英豪啊！万岁当年夸过他，只因为那时间公主未成年，不便把媒报，因此上不曾把驸马来找万岁，你可还记得？官倒还记得。万岁，凤氏兄妹文采出众，相貌惊人，这真是我主的鸿福啊！我看他们兄妹二人的相貌倒还有些相似。万岁，臣闻冯玉明尚未娶亲，万岁何不将他招为东床驸马？这样一来，更显得我主的恩德无量，又承传了公主的婚姻。万岁，这杯喜酒，老臣我是喝定了啊！皇儿，你说呢？不愿意？答应了！刘琦，万岁！刘琦，这一次你不要与国安再找来个女驸马哟！万岁！这一次，老臣以全家的性命担保啊！傅一鸣，听旨！万岁！国安召你为东川驸马，等你召庭进京，同行大礼。谢之隆恩。
将，龙凤呈祥，凤跃。一些人。天地，二拜君王，夫妻交拜，凤入洞房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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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！